并且啊，有这传说，因为这个是解说上气质，给咱目睭有两方，咱的耳孔有两方，咱的鼻仔有两方，咱的嘴有一方，我7方，目睭拢会当含色，耳孔含声，鼻孔含味，嘴孔含色，鼻孔含香，嘴含味，鼻口的口条比较大，鼻口条比较大，有分别。所以咱人咱就讲研究，就是拢这几项来看，就是拢这7项啦，目睭2项啦，去看到人保护咱的意，我这安怎，鼻孔听着，会闻着，也就是拢这7项的指标。所以咱们这个一这7项那个印象是讲，是讲现在7项，这7项就是讲拢袂使，这袂使讲当然去检查啦，咱讲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条件，你了解先影响味触法这个了解，这个了解，了解了解，是了解，这是讲这个道理。所以现在讲，这7项啦，这个切，安尼咱们去1咱就切，因为拢这物件，目睭报来，耳孔报来，鼻仔报来，咱就直接就去报来，你来咱讲人来讲去注意，这个起心动念叫做我，叫做发，叫做起发点，所以咱就一解释这个两个，所以咱来讲到理由动因，这是讲讲。这研究，但是呢，咱这个对这个词，词就是讲咱是来解释的，词，大书，尤其这个大书，是咧讲的是咱做别人啦，讲咱做别人，不是经人啦，所以呢，大书，会当做咱告诉书啦，会当做咱的记者书，会当我们民间见解，会当开幕。这样让天王这个感受，所以决定第1分点基本做会员的所以呢，大书记玻璃，现在就叫干涉，玻璃的基点呢，这个空当线交球部，不可关南60里基山花溪，微山北桥，以第6三龙所创建。西元5802年，东代改名为中市，更多市发花市，宋代另改名叫做南花市，赤地铁，这个花果市，至今内存共有会员大书完结的这个网站，这个菩提真真这个。清朝建建其中医疗含量好评定12件做称为最清文明啦当然这是这是这个何老师因为伊去做这些资料啦你讲医疗做的件，咱讲到的这大概看见啦伊这个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在里面消酒微技术这个消酒就是从古名啦消酒库啦这个对称为叫做东味，这个东味酒为消酒东味这个时阵呢，叫做消酒啦，东有改为叫做知名分啦刚开始的知名分啦不久又学清消酒啦，无会当讲这个学会这个消酒库啦那为康当店管他不干店长官啦，应该有这个消官啦，消官什么消酒官啦，可能是伊咧讲这意思微技术官僚这个微技术应该大家了解这是一个官名啦。创立是东汉，东汉西汉这个时阵啦主将修复技术啦，地位如同
咱的降它数语数啦吼，为专义不发低专完啦。初始之温微处微气数是低微处一个人啦吼，见前后会啦吼，好学吼，这个咱用来讲，这个微气数的单名。但是微处这个人，伊做这个气数官，安尼对吼。这个气数官是当时应该是政府监中的监察机，咱的监察院，这个意思吼。所以拢会去监察给咱政府对一个官员，对一个所在不公啦吼，当时出现代志吼。官僚当然是讲当时州府。内底还连续，这叫做教内底吼，入班签书这入班来签书啦吼，咱做规定，签这个大书处理焦点台湾是感动啦吼，台湾字内底好写啦吼，为州邦交州府不甘愿的河西啦，一度改名为这个台湾市北部改成这个天宁市吼。南宋定名为这个后因公司啦吼，这个交州微气数，出入京中的这个代传，这个交代吼，这有咱的书写的记载。为言开言国法，开言国法，当然这个开言国法啦吼，伊拢讲是今日咱的了解吼。这是一个因缘，这个因缘以佛教来讲来讲，就多一点爱情结点，然后这个开言说法然后，那么伊有咱的这个咱的家有那种这个言有分做哪来？有分做四种的有分做四种，第一个呢，第一个因缘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因缘，第二个多元缘，多元缘第三个时间缘无间缘第四个这个增上缘但这个是结论啦唯识论内底当中在佛教有结论啦有咧讲这唯识论咧讲这数点当然因缘是一个讲经济的意思因缘是讲经济的意思这个经济因就是一个经济，缘就是因缘。